高雄某一间国小校长的校长呢，立即获检方收押，是因为这个校长涉嫌在咧校外一间的一间内面，甲人装摄影机，甲人偷翕，受害者也包含着未成年的囡仔。校长也向检方来承认有犯罪。高雄市政府即马改度聘请这位校长，而且讲这4人袂搁再改聘用。家长记者停伫校门口等咧接囡仔，高雄某一间国小的校长竟然涉嫌偷翕。3月7日伫校外某一个所在一间装监控偷翕私密影像，向偷翕的特定对象甚至包括未成年。检方查找收到检举了后，立即发动搜索校长徛家甲校校办公室。认被告涉犯《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》，致使少年被拍摄性影像、刑法致无故摄入性影像等罪嫌重大，且有灭证之事实及逃亡之余，而有羁押之必要性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家长黄思文才发觉已经2、3天无看到校长，听到校长因为偷翕立即到防收押，拢真意外。有点担心，因为自己女儿也是女生啊。虽然犯行地点伫校外，高市府协助了后，虽对校长停职调查，也毋过家长犹原烦恼囡仔安全。宣告上呼吁市府校长涉及未成年，性剥削，哪查证属实，应该直接改聘。教育局应该勿枉勿纵，速战速决，依据有关机关地的查证属实的结果，马上解聘这位校长。狼师都不见容于校园，何况是一个狼校长？地检署公布相关的案情里面有特别提到，他坦诚犯行，那也加上其他的这个证据，所以我们给予解聘的处分。但期马莎莎下道表示，校长校长恶性重大，会永远唔录用。面对家长的烦恼，也强调第一时间到甲检方同齐对学校进行反检查检测，无发现异常。其他学校也公布安排相关检查，以确保学童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